我哋今集 Fuck Profile 請嚟一位66前香港嘅鹹漫畫家，亦都係香港嘅鹹漫教主。講下佢點樣轉行做咗網絡流民之外，意外被發掘到成為香港亞洲區世界灰甲第1名。今日我哋非常高興請到喺過去半年不斷受到灰甲人網暴嘅陳大嬸出嚟，正式去訪問下呢位傳奇人物灰甲人。大家好啊！今集真係好高興啊，能夠揾到世界第1灰甲冠軍啊！又名叫灰甲人。喂，你喺鹹漫界裏面聽講都有好大嘅豐功偉績喎，我想問下點解你會突然間轉戰做灰甲人呢？咁啊，係啦，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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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係啦。我想問啦，你明明喺鹹漫界好大發揮噶，點解你會轉戰做灰甲比賽咧？仲攞埋冠軍添，你有咩感想啊？同埋有咩嘢抱負咧？我哋進入正題啦。你比上屆嘅灰甲冠軍咧，腳嘅指甲嘅含菌量啊，超出1000倍喎，你點做到噶？世衛話標準咧，最多係1倍至2倍嘅啫，超過10倍就基本上個人都瓜埋噶啦。你仲可以超過成1000倍喎，你食啲咩嘢噶？你食啲咩嘢可以令到你咁樣嘅咧？咁啊有傳咧，你話啲人話你係食廚餘噶喎，呢個係咪你養生嘅秘技啊？可唔可以講下？最後一條啦，哎呀，亦都係氣咗啊！最近咧，聽聞咧，你問啲網友借3000蚊過年，係咪好手緊啊？借唔到錢都仲要去報警喎？喂，點解啊？咁啊，係啦，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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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